中山買樓，房哥幫手。呢一集房哥嚟到咗火炬開發區博愛7路上呢個傲風天意呢個樓盤啦。呢個樓盤咧全部係現樓嚟嘅，開發商咧係我哋澳門嘅，喺度賣緊嘅咧2棟、3棟、5棟係現樓嚟嘅，即時買即時收樓。落棟咧係呢一期新加推嘅，面積咧從88方到120方嘅3房4房都有嘅。跟住個鏡頭嚟睇下呢邊嘅所有嘅配套，周邊咧有5大商圈嘅，有我哋嘅傲風天意旁邊嘅遠洋城廣場，仲有利和廣場、Coco City、富日城、生武會員店，全部都係2公里內可以達到噶啦。呢個位置咧係深中通道博愛路嘅深中通道嘅出入口嚟嘅，去到深圳前海咧只需要半個小時，去到廣州半個小時，去到港珠澳大橋都係半個小時。半個小時嘅生活圈咧係非常之方便嘅。香港嘅朋友咧，呢度旁邊就有香港嘅直通巴士可以返到香港，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呢個小區可以望到咧係一步一景，每一棵樹、每一個地方嘅修繕都係開發商精心去設計嘅，所以話一步一景都唔過分嘅。呢個小區嘅綠化咧佔比咧低到咧好離譜嘅，所以咧一個低密度嘅小區咧，以後咧居住起身咧係好舒服嘅，特別咧養老啊，仲有我哋過嚟度假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呢邊咧全部係小區嘅別墅區嚟嘅，呢邊咧係高層嘅，中意別墅嘅可以睇別墅，中意高層嘅可以睇高層。價錢咧2020年前咧呢個小區賣嘅咧全部都係22000、23000呢個單價嘅。依家呢個開發商啫，知道而家個大環境唔好，而接受咗而家嘅環境，將個價錢咧降低落嚟啦。但係咧價錢減咗，裝修嘅配置唔減喎，照送嘅嘢一樣送俾你，裝修仲同你升級埋添。呢個良心非常之大，你可以睇到呢個全部現樓，你根本唔使擔心呢個樓盤有咩問題。買呢個咧係非常之穩陣嘅。買樓圖乜嘢咧？圖咧就係一個安全，仲有咧價錢夠平，第三咧配套夠好，一定係諗住住又好，未嚟置換咧都唔怕賣唔出去。呢啲樓盤嘅設計咧係非常之時尚嘅，望到嘛？其實呢一排啊，呢個樓盤啊賣得比較多出去嘅，所有咧都係我哋香港嘅朋友嚟買。點解都中意呢個樓盤咧？配套好，空氣好，特別醫療仲方便啊！呢度去到博愛醫院，仲有人民醫院，仲有中醫院，都係非常之近嘅，唔會遠，你根本唔使擔心噶嚇。呢一棟咧就係今日房哥同大家介紹噶啦，呢一棟知嘛？呢一棟就係我哋同大家介紹噶啦，呢個就係樂棟。樂棟而家喺度賣嘅咧，都係全部係升級嘅產品嚟嘅。明年嘅4月30號咧先可以交樓。跟住我鏡頭上去睇睇呢個示範單位，仲有嘅裝修升級咗乜嘢？跟住鏡頭走，呢度就係樂棟啦。樂棟咧2梯4戶喺度賣嘅單位咧，88方、89方、104方、120方。呢個咧就係88方嘅單位。呢個單位咧西南朝向，比較向陽咯，光線係最充足嘅。望住咧嗰度係金色連環，同埋前面咧就保利，望住山景嘅環境 OK 嘅，空氣 OK 嘅，都非常安靜。呢個廚房咧，哇，房哥200斤，你話呢個大定係細？如果嫌細嘅，呢度推咗去廚房都唔細噶啦。3房2廳，1個衛生間，公共衛生間。呢間係最細嘅房間，
望嘅景觀都係非常之靚嘅。呢間房向西南望山景，唔錯嘅。主人間呢個主人間咧就係 L 類型嘅大飄窗，採光非常之好。到家呢間屋夠用嘅。陣間咧，我帶大家全部睇埋所有嘅戶型。今日咧，房哥嚟到呢度咧，同各位咧都係輸出係最筍噶啦。2到5棟現樓價錢一樣嘅，呢個咧係期房，但係都係現樓，差裝修啫。4月30號前係明年全部交齊俾你，10888，雙十一之前買送埋家私19件送埋俾你，89方嘅示範單位嚟，跟住個鏡頭呢個咧做埋鞋櫃位置留好俾你，餐台位置、廚房位置，哇！呢個廚房都算大喎，我200斤係咪？呢個係生活露台，覺得廚房細嘅可以揼咗佢，做大佢。89方3房1個衞生間，望遠景南向，客廳夠大嘅，陽台唔細，望呢個遠景、山景全部望晒，環境算唔錯嘅。公共洗手間呢間房咧係最細噶啦，都夠闊噶啦。呢間做埋個少爺房、公主房都夠啦，度假夠用啊。其實主人房咧係非常之闊落嘅，唯一真係要問缺點嘅話，就少咗個廁所，其他嘅足夠使用。89方3房1個衞生間，100萬出頭可以擁有。雙11之前買送埋19件嘅家私電器俾你，你只需要帶套睡衣、帶雙拖鞋過嚟就 OK 啦。104方交樓標準，呢個咧3星嘅指紋鎖標配嚟嘅，鞋櫃嘅位置2留好俾你，中央空調標配。雙11之前買呢間屋苑送19件家電，你拎包入住，帶埋拖鞋、帶埋睡衣過嚟就夠噶啦。望遠景南向，景觀冇得彈。旁邊咧博愛里，呢邊咧望山景，舒適冇得彈。戶型嚟講，中規中矩嚇，3房2廳2個衞生間，呢個係廚房，帶埋生活陽台，晾衫洗衣都非常方便。呢啲全部係方太嘅3件套，全部送埋俾你。呢個係公廁嚟噶啦，最細嘅房間放1.8米床都夠。呢個房間夠大嘅，好闊落。呢個係套間嚟噶啦，望到嘅呢個就係交樓嘅標準。104方3房2廳2個衞生間，價錢只需要10888，萬1蚊都唔到，仲送埋19件家私電器。120方嘅示範單位，樹廳嘅設計南北通透嘅，嚟睇埋北邊嘅陽台。北邊咧望山景嘅，呢邊咧就係金色年華呢個樓盤嚟噶啦。呢邊咧就係小區嘅別墅，環境冇得講噶啦，絕對冇得彈。廚房嚟講咧都夠用啊，設計得比較人性化咯。呢邊咧就係南向嘅，南向咧望住小區園林，望遠景。呢個戶型咧就係成個小區係賣得最好嘅，120方嘅單位。今日好似搶房㗎嘛，咁多人嚟拍喎。落棟唯一嘅4房單位嚇，睇下
公共洗手間俾個鏡頭。呢間房咧做埋長輩房就比較好啦，因為佢通陽台，光線又比較好，望住遠景。主人房咧設計得咧就比較 OK 嘅啦，特別主人咧中意呢個衣帽間，好舒服，真係好舒服。明星樓盤、明星戶型一定係呢個，所有嘅主人望到都相當中意嘅。度假養老一定係最優選嘅。對呢個屋苑有興趣嘅，記得嚟揾房哥，價錢絕對幫你安排到位，家私19件套全部送齊俾你。呢個雙11價格一定係最有驚喜嘅。